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接见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司政边巴次仁继续在印度南部藏人社区展开访问，教育部长出席论理学习培训活动闭幕式，藏人代表出席6·4 33周年纪念活动。比利时藏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在台北国际书展介绍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图片展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驻日内瓦办事处为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举办招待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6月4号在印度北部的勤宫接见了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正副议长。在接见期间，议长康波苏囊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向尊者汇报了西藏人民议会的各项工作情况。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6月8号在藏历萨嘎达瓦月初9出席了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举行的议辩6字大明咒持诵法会。另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苏囊丹培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致函祝贺藏裔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议员普芝高布切女士再次当选。此外，目前正在印度南部藏人社区进行访问的司政边巴次仁，与近日相续访问了印度贝勒库北、烘梭、克勒格尔和孟格德藏人社区，受到当地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并参观了当地的藏人学校、定居点行政办公室、卫生中心和各教派的寺院。在贝勒库北的藏人社区进行访问时，司政边巴次仁除了与上述藏人社区的民众进行交流外，还拜访了藏传佛教格鲁派104任甘丹赤巴洛桑丹增仁波切。在访问烘梭和科尔格勒藏人社区时，司政朝拜了当地的各教派寺院，并视察了学校、养老院、藏医院、保健中心、定居点行政办公室和非政府团体，并在访问每个定居点时询问当地藏人民众的需求和建议。司政还向上述藏人社区的民众发表公开讲话，主要强调了第16届噶夏在未来几年内实施的计划和相关工作，并参加了多场藏人社区的礼堂和相关建筑的落成典礼。司政还于6月5号作为首席嘉宾出席了在印度南部烘梭藏人社区举行的2022年南部足球锦标赛决赛，并为夺得冠军的球队颁发奖杯。目前，司政边巴次仁正在对印南孟格德藏人社区展开最后一站的访问活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女士于本周三6月8号上午出席了在达兰萨拉近郊的萨拉高等藏语学院举行的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培训会的闭幕式。塔兰卓玛女士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对参加培训活动的流亡藏人社区各小学的藏语教师表示赞赏，并强调小学教师是最重要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职业，并探讨了如何确实有效地在各级学校中实施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的问题。为期3天的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培训会于6月6号至8号在萨拉高等藏语学院举行，共有46名来自印度北部17所藏人学校的小学教师参加。与此同时，在上周六6月4号6·4天安门事件33周年当天，多名藏人代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民运人士以及西藏、
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和台湾的代表出席了纪念活动。在东京举行的6·4事件33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代表阿若亚博士在纪念活动上致辞时，代表西藏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继续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运动，并强调，尽管33年前中共领导层试图压制民主的声音，但当年学生们的声音仍然活着，并且充满活力。代表阿若亚博士还向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谈到了中国侵犯人权、压制宗教自由，以及157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原因。当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相坚参先生、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站的编辑嘉阳次仁先生和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城嘉措先生参加了世界各地华人团体共同发起的题为“坚持6·4精神，推动宪政民主”2022年6·433周年全球联网纪念活动，并在活动上与6·4学运领袖王丹和3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民运人士，以及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和台湾的代表和学者一道发表讲话。次城嘉措先生还在美国马里兰州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6·433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参加了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组织的抗议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于6月4号应邀出席了比利时多麦藏人协会提前举办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庆祝活动。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在祝寿活动上致辞时，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一生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并呼吁流亡藏人团结一致，为西藏境内遭受苦难的藏人同胞发声，同时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教诲，为尽早改善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而做出努力。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下属的雪域出版社于上周五6月3号参加了在台北举办的国际书展。驻台代表格赞坚参先生在书展上介绍在中国大陆对摄藏书籍的限制和西藏人民的人权问题。在雪域出版社与台北国际书展的展位上，驻台代表格赞坚参先生向参加书展的台湾民众介绍了中国大陆对摄藏书籍的限制和相关规定，同时感谢台湾对出版有关摄藏中文书籍的开放政策。驻台代表还进一步介绍了在书展活动上展出的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西藏的教育和环境、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藏人、台湾和中国学者撰写的摄藏书籍。此外，在藏历萨嘎达瓦月和即将迎来的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日前夕，位于蒙古国的甘丹寺和戴洛呼图克图基金会共同与近日在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举办了一场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图片展，展出了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童年、1959年逃离西藏和流亡后的生活等历史图片。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及蒙古办事处的代表戴洛仁波切在展览活动上向与会的蒙古民众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4大使命，并强调，尽管许多蒙古民众把达赖喇嘛尊者当作一个宗教领袖来敬仰，但许多人不知道尊者在全球的教育、科学和人文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本次图片展将使蒙古民众得到启发，并使大家更加接近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了解。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本周二6月7号在瑞士议会夏季会议期间，
为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感谢瑞士议会议员们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驻日内瓦代表齐美仁增在招待会上致辞时，感谢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多年来关注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局势，以及敦促中国对其在西藏的暴行负责。出席招待会的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尼古拉斯·瓦尔德先生在发言时保证，该小组将继续关注西藏境内和流亡藏人的各项状况。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